昏迷意气盛，水雷翻波华石矣，龙雷大作天罡冲，射令雷舞阴兽，霹雳纵横山石落。天地赤下奉行令，神威一发斩神魔。雷帝真君，急急如律令。他竟然突破了神通五重天人境！方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红爷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哎呀，你什么你啊？我没事儿啦。你看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你看我这不挺好的吗？刚才担心死我了，你以后不能这么冲动，太危险了。知道啦，快看，你们家大小姐突破天人境了。天人紫电，阴雷闪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神通五重天人境？五重天人境，果然厉害！这个天狼小真人王墨林死定了！红爷，你快来看！唐清雪，你给我等着！红爷，红爷，红爷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骗我？因为我说过要保护你的。男子汉不成活。红爷，你这个傻瓜！大小姐，你能救他吗？红衣生机已断，我也无力回天。方寒，你当我钻进来，我全是你唯一人，我知你心有所属。如今我将去矣，不能再保护你了。红爷，你叫我红衣郡主就好了，你干嘛呢？这么紧张？遇到你之前，我身边皆是像方烈那样的势力小人，学会偷袭了？同辈间还得本郡主多只见过尔虞我诈，你家大小姐人间险恶。直到遇到你，对不起红衣郡主，不论身份，与我同辈相交，推心置腹，让我方寒知道人间不光有恶，还有如你这样对我好的人。你要控制剑，不要让剑束缚。而如今，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你，为了保护我，
会磨刀夺手，却无能为力。惦念之人，远如隔天；念我之人，伸手之间。可这近在咫尺的距离，我却不曾向他伸出手去。红颜，轮回之喜，必不能洗去对你的记挂。若有来生，我必会护你周全。